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25日，咱要读的圣经节对民数记第3章读到第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章，下面这个是上主伫西奈山对摩西讲话的时，阿伦甲摩西的后代。阿伦有4个囝，大囝拿达，还有阿比户、伊利阿撒、伊塔玛，因拢受抹油设立做祭司，负责祭司的职分。拿达甲阿比户伫西奈的旷野，伫上主的面前献无神圣的火，就互上主拍死。因无惊疑，伊利阿撒甲伊塔玛伫因老爸阿伦活地的时就担任祭司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叫利未支族来我遮，来协助祭司阿伦，因着替阿伦甲会众伫会幕前执行义务，办理会幕的事，因着固守会幕所有的器具，为着以色列人执行义务，办理会幕的事，你着指派利未人协助阿伦甲伊的囝。这是因伫以色列人中间受指派为的任务。你着分派阿伦甲伊的囝执行祭司的职务，其他的人若群我来，一定着互伊死。上主阁吩咐摩西讲：我对以色列人的中间经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上生的大囝。利未人是我的，因为一切的大囝拢是我的。我拍死埃及人所有头上生的迄日，我就将以色列人中所有头上生的，无论是人还是精生，拢分别做成归属我，因是我的，我是上主。上帝伫西奈的旷野吩咐摩西讲：你着照利未人的宗族、家族点算因的人口，满月以上的查甫囡仔，拢着算在内。摩西就照上主对伊的命令点算利未人的人口。利未有3个囝，就是计孙、哥卡甲米拉利。计孙的囝照因的宗族有利尼甲示每。哥卡的囝照因的宗族有暗兰、以苏哈、希伯伦甲乌士。米拉利的囝照因的宗族有莫利甲莫西，因是利未支族逐宗族的祖先。计孙的宗族有利尼甲示每2个家族，因满月以上的查甫人点算了人数共7500名。计孙的宗族就伫会幕的西边，就是会幕的后面10营。计孙宗族的首领是列伊勒的囝伊利亚撒。计孙的子孙就负责固守会幕布棚的挂、会幕的门篱、会幕甲祭坛周围的埕的围甲门篱，以及得用的锁。哥哈宗族有暗兰、以苏哈、希伯伦甲乌舍4个家族，因着负责整理圣所。满月以上的查甫人点算了人数共8600名。哥哈宗族就伫会幕的南边10营。哥哈宗族的首领是乌舍的囝利撒反。哥哈的子孙就负责固守约柜、摆献祭的饼的桌、灯台、祭坛甲香坛。这是伫圣所内面得用的器具、门篱甲所有得用的物件。这是阿伦的囝伊利阿撒做利未逐宗族的首领的头，负责
监督所有固守圣所的人。米拉利总作有莫利甲莫士两个家族，因满月以上的查甫人点算了人数共6200名。米拉利宗族的首领是阿比海的囝苏列，因着伫会幕的北边站营。米拉利的子孙着负责固守会幕的板、环关、条、有孙康的座、所有的器具甲所有得用的物件，佮着固守埕周围的条、有孙康的座，以及刺仔甲锁仔。伫会幕的东边，就是伫会幕日出迄边，摩西、阿伦甲伊遐的囝伫遐集营，因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负责固守圣所。其他的人若困我，一定得互伊死。摩西甲阿伦照上主的命令点算利未人，照因的宗族满月以上的查甫人人数共22000名。上主甲摩西讲：“你着点算以色列人满月以上头上生的查甫人的人数，做因的名册。我是上主，你着竞选利未人归属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大囝，嘛取利未人的精生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水生公的精生。”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点算以色列人所有的大囝，照名册满月以上的大囝人数共22273名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“你着竞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的大囝，佮取利未人的精生代替以色列的精生，安尼利未人就归属我。我是上主。以色列人的大囝比利未人加273个，你着甲因赎回，照圣所的工钱，一个人的赎金是57公克的银。遐个加出来的人的赎金，你着交互阿伦甲伊的囝。摩西就对互利未人赎回以外，遐个加出来的人摕赎金。对以色列人的大囝摕的赎金，照圣所的工钱，大约有银15公斤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，将这的赎金交互阿伦甲伊的囝。第4章，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“恁着照宗族甲家族点算利未人各下的后代，对30岁到50岁。”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，各下的后代着负责管理会幕内面至圣的物。要选赢的时，阿伦甲伊的囝入去会幕，将亚早的杖梨放落来砍约柜，佮伫用上顶的皮砍伫顶面，然后砍纯蓝的布，才甲约柜穿过。因着用蓝色的布梳伫摆很济的饼的桌，将这的盘、撇仔、电酒座的壶甲杯摆伫迄顶面，很济的饼着留伫桌顶，摆很济的饼的桌着砍朱红色的布，佮砍上顶的皮，才甲桌仔穿过。因着摕蓝色的布砍灯台。灯台的杯、灯枕、灯盘以及所有堆油的器具，佮着将灯台甲灯台所有的器具用上顶的皮包好势，下伫运搬的架顶面。因着用粗蓝色的布伫金祭坛顶面，佮用上顶的皮砍地，才甲坛穿过。嘛得用蓝色的布包圣所内面所有的器具，再用上顶的皮砍地。
下伫云般的架顶面，因着将这段的火斧清好清气，用蓝色的布盖伫这段顶面，佮着将这段用的火鼎、肉车、托仔、盘下伫这段顶面，然后用上顶的皮盖伫迄顶面，才甲弹穿过。要锁赢的时，阿伦甲伊的囝将圣所甲所有的器具包好势，然后顾客的子孙来讲，毋过因毋通忘着圣的物，才免死。会幕内面食的物件是顾客的子孙在讲的。这时阿伦的囝伊利亚撒就负责管理点灯的油、香料、常常献的素祭，甲贪活的圣油，嘛着固守会幕甲内面所有的物件，以及圣所甲圣所所有的器具。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你毋通互顾客宗族对利未人的中间受消灭。阿伦甲伊的囝着入去会幕，指派因逐个人着做的工作，着讲的物件，通互因伫瓦棍制成的米的时，要为我免死。因袂用得入去看圣物运搬的备办工作，才免死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你着照宗族甲家族点算计算的后代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数。计算的宗族着办理的工作，着讲的物件是假的，因着讲会幕遐的帐幕、会幕的挂，迄顶面上顶的皮做的挂，会幕的门篱，会幕甲这段周围的埕的部位甲门篱、锁仔，甲因得用所有的器具，甲遮的器具有关的工作，因拢得负责。计算的后代着照阿伦甲伊的子孙的命令讲物件，办理事务。因要讲的物件，恁着交代因负责。以上是计算宗族伫会幕的职责。因着受祭司阿伦的囝伊塔玛监督。你着照宗族甲家族点算米列利的后代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数。因伫会幕内着负责的职务就是跟会幕的板、怀弓、挑、有笋空的座、埕周围的挑的座、刺仔甲锁仔，以及得用的器具，逐项着讲的物件，拢着有指定的人负责。以上是米纳利宗族伫会幕的职责。因着受祭司阿伦的囝伊塔玛监督。摩西、阿伦甲会众的首领，照宗族甲家族点算顾客的后代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数，共2750名。这是摩西甲阿伦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点算顾客宗族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。计算的后代照宗族甲家族点算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，共2630名。这是摩西甲阿伦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点算计算宗族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。米列利的后代照宗族甲家族点算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，共3200名。这是摩西甲阿伦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点算米列利宗族的人数。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会众的首领，照宗族甲家族点算利未人
30岁到50岁，伫会幕当日做工扛物件的人的人数，总共8580名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指派逐个人着办的事务，着扛的物件，因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安尼定录。第5章，上主命令摩西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，将所有得到严重的皮肤病、下烧、甲亡掉尸体滴到无清气的人送去野外，无论男女，恁拢着甲因送出去野外，才免因拍垃圾这个野地，因为我住伫遮。以色列人就照安尼，甲无清气的人送出去野外。上主安尼命令摩西，以色列人就照安尼做。上主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布：老人、乞亏人得罪上主，无论男女，迄个人就有罪，伊着认罪，赔全部的损失，搁加1/5互受害的人。迄个受害的人若无亲人通接受赔偿，互人乞亏迄个人着将赔偿的钱献互上主，归伫祭司。另外，伊着搁献一只牛犅为家己赎罪，嘛归互祭司。以色列人带来祭司遐奉献的圣物中间，所有野权献互上主的，拢着归互祭司。人分别做成的礼物，拢着归互祭司。人无论用啥物送互祭司，拢着归互祭司。上主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布：老人怀疑伊的某对伊不忠，暗中甲人发生性关系，拍垃圾家己，伊毋知，代志嘛无暴露，无人作证，阁无互人抓着。不管伊的某有拍垃圾家己，引起伊怀疑怨妒，还是伊的某无拍垃圾家己，毋过伊怀疑怨妒，迄个人就带伊的某去祭司遐，佮带1公斤无掺油甲乳香的大麦粉做礼物。这是为着怀疑怨妒所献的素祭，要互人为记得罪过。祭司就互迄个妇人人活来，活伫上主的面前。祭司就用圣的水滴伫粗灰，佮对会幕的涂骹摕1点仔涂粉掺伫水中。祭司就互迄个妇人人活伫上主的面前，拍散妇人人的头毛，将互人为记得罪过的素祭，就是怀疑怨妒的素祭，下伫妇人人的手。祭司就捧咒诅的口水，叫妇人人咒詛，对伊讲：你已经嫁互你的丈夫，若无甲别人发生性关系，拍垃圾家己，你就袂受到这个口水的咒诅。毋过，你若对你的丈夫不忠，甲丈夫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，愿上主互你的大腿消散，腹肚胀起来，互你真侪人民咒诅的话变。搁伫这个咒诅的水要入去你的身躯，互你的腹肚胀起来，大腿消散。妇人人就应讲阿门阿门。这时就将这个咒诅的话写伫册卷，放入去口水内面洗掉。迄个妇人人若啉这个咒诅的口水，这个水入去伊的身躯，会互伊痛苦。这时就对妇人人的手接怀疑怨妒的素祭，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，带去祭坛前，搁着捏一杯大麦粉，代表所献的素祭，下伫坛顶烧，然后互妇人人啉这个水。迄个妇人人啉这个咒诅的口水，伊若真正有拍垃圾家己，对丈夫不忠，这个水入去伊的身躯，会互伊痛苦，
腹肚张起来，大腿消散。迄个附近人为互同胞救助，毋过伊若无拍落三角肌，实在是清白，就袂受即款灾害会个怀孕。以上是怀疑某不忠的处理办法。某已经嫁予丈夫，若对丈夫不忠拍落三角肌，也是丈夫怨妒怀疑伊的某，就得互伊的某徛伫上主的面前，这时得照即个办法处理。安尼，查甫人无罪，查某人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第六章，上主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布：老人无论男女，系特别会愿要做纳西尼人，将家己献予上主。安尼，以保酒甲交酒，以及用保酒交酒做的醋，拢毋通啉，嘛毋通啉葡萄汁，毋通食葡萄甲葡萄干。伫下元期间，葡萄树所出的，甚至籽甲皮拢毋通食。伊伫下元做纳西尼人期间，毋通剃头，到伊将家己献予上主的日期满以前，着分别做成，出在头毛发长。伫伊做纳西尼人献予上主的期间，毋通挖棍身尸，就是爸母兄弟姊妹死，伊嘛毋通为着因的身尸，互家己无清气，因为伊的头壳有做纳西尼人献予上帝的记号。伫伊做纳西尼人的期间，伊是归予上主做成。伊的身边若忽然有人死，直到拍落三伊分别做成的头壳，伊着伫清气的日，就是伫第7日剃头，第8日伊着带2只放假，也是粉鸟仔囝来会幕门口交互祭司。祭司着献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化祭，为着迄个人因为目着身尸引起的无清气赎罪，搁着伫迄日互伊的头壳重新做成。伊着搁选一日，将家己分别做成献予上主，搁着牵一只一岁的羊羔仔做陪罪祭。毋过以前迄几日无准算，因为伊做纳西尼人迄中间已经目着阿三。奉献做纳西尼人的期间若到，着照下面应该遵守的条例做。伊着互人带到会幕门口，献礼物予上主，就是一只无瑕疵一岁的绵羊羔仔做烧化祭，一只无瑕疵一岁的绵羊母仔做赎罪祭，一只无瑕疵的绵羊羔做平安祭，搁献规拿用超油的幼米粉做的无甲饼，以及抹油的无甲薄饼、素祭甲电酒祭。这时着摕遮的礼物，伫上主的面前献做赎罪祭甲烧化祭，嘛着将迄只羊羔甲迄拿无甲饼献予上主做平安祭，搁献素祭甲电酒祭。纳西尼人着伫会幕门口剃头，将伊分别做成的头毛下伫平安祭的下面烧。纳西尼人剃伊分别做成的头毛了后，这时着取煮过的羊羔一支前腿，搁对拿来摕一块无甲饼甲一块无甲薄饼下伫迄个人的手。这时着将遮的礼物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，遮个甲摇过的胸坎仔、牙悬的正边大腿拢做性命，归予祭司。然后纳西尼人才通啉酒。以上是纳西尼人应该遵守的条例，
伊若还有气力通献规定以外的礼物，就照伊希愿献祭物互上主。上主面的摩西就对阿伦甲伊的囝宣布：恁着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，讲：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安尼，伊若奉我的名甲以色列人祝福，我就要赐福以色列人。咱今日读圣经节伫民数记第3章到第6章。